先一开始，咱来关心进前咱的海巡警员要去查掠过界的中国渔船，造成因的船并船2个人死亡。死者家属伫昨昏，因伫海基会也有泉州台办这单位协助之下，有到金门去处理后事。另外，有2个互救起来船员，也伫双方安排之下，透过小三通返去中国。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诉求的吗？面对询问拢无讲话，表情沉重。中国快艇进前走入去金门海峡，互人对峙造成2个人死亡。家属20早起已经由小三通到金门办理人死因婚者后事。南方陆委会、海基会甲海巡署人员拢全程陪伴。本分署会尽最大的努力，协助家属完成后事所需要的安排。 可以最大的协助。不过，带团的中国官员受访时阵讲，是咱方赶船的手段伤粗鲁，才会造成意外。海巡署当场回应，拢是依法行政。台海巡部门粗暴驱离福建渔民，此举性质恶劣，令人愤慨。我们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的真相，了解人是怎么死的，这是最基本的诉求。台方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。这个要说明啊，绝对没有用什么粗暴的方式啊，请你用词的部分啊要修正。对于越界的入船，本来就是我们海巡署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本质，在整个过程我们是依法行政。家属嘛，甲另外2个姓齐姓王的船员关门讲10分，希望了解代志发生的过程。因为检方无强制处分，所以双方安排2个生还者坐下晡4点半小三通的航班返去中国。不过，在这个过程，佫出现新的变化。只有2位因为这个我不能签。好吧。陆委会本来是希望晋江市红十字会代表签遣返人员移交证书，不过互因拒绝，到尾由金门红十字会签署。死亡船员的家属是一定要带一枚，听候遗体入墓了后，第2日早起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